那么下面将那个刚才第二个课盘呢，就是唯有佛陀呢，就是对这个解脱者啊，就是不起火，就是分两个方面的，然后第一个是建立，就是佛教呢就是无有过失的；第二个呢就是依次建立，就是佛陀是这个对解脱者的这个不起火啊，就是不起狂啊，就不起狂。然后第一者呢就是也分这个建立宣说缘起空性之教就是无过失，依次建立呢，就是其他教法也无有过失，就是分二啊，就是刚才第一则就是分二，然后第一则建立说空性之教无过失呢，就是也很散。啊，就是说缘起空性之意，还有呢，就是波此如是不程序之理，依次建立空性断除增损次见，就是分在三个方面的。首先第一则呢，就是分略说和广说，略说也分为三，就是其中第一个呢，就讲那个空性为缘起之理啊，就是你们以后慢慢记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一直就是等你们的听写。我也不是什么那个给你们就是考这个听写课的老师。第一者呢就是分第一者说，言梦无法以远神呢，彼彼法乃自性空，教此妙义更细有，完美学说何人具啊？就是佛陀呢，就是已经就是言说了什么，就是依靠这个法呢，就是因缘而生的，然后依靠它呢，就是依靠这个法产生它啊，就是依此法呢，就是产生它。那么这个法呢，就是实来这个空性，好像那个什么宝积经呐，还有那个杂汉经里面都讲了，就是说是这个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啊，就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缘起法，这个教程很重要的，就讲了这样，因为有了这个因缘一合呢，就是可以现前，就是我们缘起呢，就是其实有两种缘起，一个是依靠这个因而产生，依靠这个果，就像是苗芽和种子一样的。然后依靠呢，还有一个呢，依靠这个而显现这个法，不是这个互相产生的，就是依观待而有的。依靠东方呢，就是有这个西方；依靠这个人呢，就是有这个其他的动物啊，就是依作而观待的有其他的这个有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法呢，可以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呢，那么这个依靠因缘呢，就是产生就是一个法，或者是依靠这样的法呢，就是产生这样的法呢，实际上是因缘而生的法呢，就是绝对是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依靠缘而产生的，一切诸法因缘生故，无有自性是为空性。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就是一切诸法因缘生故就一切诸法因缘生故，这个无有自性，这个是空性就是是为空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因为它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话呢，根本不会有自性的，绝对是这个空性的绝对是空性的。所以呢，就是以这样的这个因缘而产生，而会得到这个解脱的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赞叹法。就赞叹法呢，在任何一个这样的这个完美的学说呢，就是在任何人当中呢，就是不具足的，唯一呢就是佛陀就是你具足的。因为世间人呢，就是他只懂得是要么是常有的法，要么是短灭的法。除了这个以外呢，真正是怎么说就是因缘和合而产生整个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现象。因缘和合一灭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灭的。而这种这个因缘合的根本呢，就是无明而这个现象的。一旦就是见到了这个缘起空性以后，这个无明的这种迷乱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全部就是会这个毁坏的。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唯有的这个佛陀你的这种善说里面呢，就是可以找得到的。其他的世界上的，我刚才讲的一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古今中外也好，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些学说当中呢，真的也是找不到的这并不是我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这个对喜欢就是佛陀就这样说的。
我们就像释量论，释量论里面是因为佛陀呢就是宣说了四谛法门，所以呢就是他是量师佛，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讲的佛陀呢，因为宣说了这个缘起法，其实这个缘起法和四谛法呢，归根结底意思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基地，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无明啊。这个无明是什么样的断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观空性，就是依靠这个修道谛来断，依靠修道谛来断，最后呢就是灭地现前了。所以我们释量论就是这个陈两品里面就是一直赞叹，就是佛为什么是就是他是量师佛呢？因为他把这个四谛的这种真理呢，就完全能给这个展示给人们的啊，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啊，真的是不要认为是因为是我佛教徒，就我剃了光头，我一定要恭敬，这个是每一个教派都有的，天主教也是这样的，基督教也是这样的，道教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教法是就是有牛头发的，为什么你这样呢？哦，我们的这个教主有一个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根本就是在教理上是就是最后就是无法这个经不起这个观察的。我们佛教徒也是，如果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合理啊，就是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来详详细细的观察，看其他的教派是什么样的。我也在一段时间当中，就是真的虽然自己没有很这个细微的这种智慧，但是也给这个不同的一些宗教的那个这些前因后果啊，他们的这些观点呐、解脱啊，都做了这个详详细细的观察。但最越观察的时候呢，觉得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呢，就是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从内心当中升起这个定界。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就应该说是众生也能获得解脱，自己也是获得解脱。这样的这个空性缘起法门呢，唯一的我们的这个教理当中呢，就是有的。有些人呢，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观察，或者说是一些善知识的这个引导呢，就是完全已经明白了。他明白了以后的话，那你不可能就是退转的。有些人呢，只是字面上的了解，就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通达。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依靠其他的外援呢，也会可能退失信心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尤其是有一些智慧的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人的话呢，你们也应该就是好好的这个观察一下，到底缘起空性是什么样的？这种缘起空性能不能其他的这个宗教当中，或者是其他的学说当中真的有啊？有没有？但是这个是不是那么关键、那么重要？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有自由这个发言权呢。你可以呢，就是应该就是进行这个研究、学习啊。现在国外的很多人都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个蚯蚓有没有这个叫啊？蛇到底是有多少个叫啊？蚂蚁到底是有没有这个眼睛呢？这个鸟雀呢，就是到底是和天上的睡还是地上的睡啊？就是好几十年当中拿一个大大的照相机，就是一直是这个白天黑夜，就越过这个千山万水，就天天都是就是在这样，就是山里面睡着就有些都是为此而牺牲的，这样有这些都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如果真的要大量的一些这个智慧财产这些用的话，你在这个缘起空性方面就是做一番这个研究，最终呢你相续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境界，应该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就若人饮水，宁乱自照。原来就是这样的，真是释迦牟尼佛是伟大。那你也可以写一个比较多一点缘起真比宗喀巴大师还要多几个松子都不知道。